育兄弟姐妹平安。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蛮有能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主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活水涌流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接下来唱今天的祝福诗，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耶稣何等可靠，过生世上已证明。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信靠主保险，只要凭着纯一信心，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我们将接下来时间交给敬拜。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不畏风雨，我们仍然来到主的圣殿，要来歌颂赞美他。我们请起立，我们让这首诗歌让赞美飞扬。在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这里。当真谢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
地耶，击鼓叫舞扬声万物，万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始至终起，让乐谱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相顺敞开，让赞美从始就响起。让礼物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神写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万物，万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始至终起，让礼物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赞美从始至终起。让云雾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始终响起，让云雾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始终响起。让云雾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向神敞开呢？阿门，阿门。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一个生命，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把我入心，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把我入心，
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神灵的江河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神灵的江河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神灵的江河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颂扬的。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等候圣灵你的来临。主啊，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满有喜乐，我们满有盼望。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有一道生命的水流，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是配得颂扬跟赞美的。主啊，你说人若渴了，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赐他水喝；人若饿了，你就赐他饼。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呼求，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灵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得到滋润。主啊，谢谢你，孩子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的降临，等候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人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疫情期间，你保守我们大家能够来教会做礼拜，愿圣灵赶走这些病毒，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明年是泸州教会建堂150周年，愿圣灵给我们泸州教会有意向和未来的方向，为主传福音，也赐给我们的牧师、长执有合一的心，共同为泸州教会打拼，给牧师所讲上帝的话语放在大家的心中，遵守上帝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翻开圣经，后面新约151页，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到11节，我来攻读上帝的话语。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里面，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上。现在我们请我们的牧师来讲道，他所讲的是圣灵的同在。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用约翰福音15章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约翰福音有跟我们讲葡萄树跟葡萄。我们知道葡萄树它其实不是树它是一个爬藤类的植物，但是因为人用这个棚子跟架子把它支撑起来，它就跟树很像。那其实它是一个爬藤类。那葡萄树最主要是要收它的葡萄，因为它的花也不很漂亮，也不很鲜艳。如果跟这个野姜花跟这个太阳花比较起来，哇，它是一个就是一整串。那它的花期也不是那么的长，所以葡萄树它整个用途最大的还是葡萄果实，因为它的藤也不能当拐杖用，它的藤是软的，它的树其实是软的，所以整个叶子或者是树干跟茎叶都没有什么用途，最大的用途在果实。所以今天的圣经跟我们讲，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必结出果实来，而是我们成为那个枝子。那个枝子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汲取养分，然后成长，然后到能够开花，到能够结出果子来。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用这样子来看葡萄树与葡萄，耶稣的这个比喻，如果我们不藏在它里面，那耶稣跟我们讲说，就像枯干的树枝被人拿去丢在火里面，就是变成烧柴的这个木材。所以圣经这样子用约翰福音跟我们讲葡萄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就枝子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结出果实目的是要结出果实，而且葡萄它有很多的用途，它不只可以当水果，它还可以酿造醋跟酿造葡萄酒，成为人饮食很重要的一种的作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好好思考2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的位置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你的本分、你的职分、你的职务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你的位置，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跟谁在一起？我们知道最近每天都有共机老台，那飞机呢？我们的飞机一定要上去陪飞一下，陪飞一下，那就会有一个位置，他就要抢占那个叫做战术位置。当这个战术位置这个政论家就说，这个他只要一个按钮，那一架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当我们上去的时候，不是去陪他们飞，而是要抢占那个战术的位置。所以在你的位置上，我们必须思考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本分是什么？那你要跟谁在一起呢？那耶稣说：“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就是说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在我们心里面，成我们生活的帮助准则，成我们思想的引导，也成我们生活的动机。当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抉择，圣经成我们的准则跟帮助，成为我们参考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耶稣说：“把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那必须你的位置是在基督里面，你的位置是必须要在神里面，然后神必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这个愿意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志很坚定，而且是专一的祈求。所以这一句话就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主动去祈求，不论我们求什么，神愿意成就我们。换句话说，你相信神吗？相信主在你里面吗？所以主也是知道说你的愿意跟动机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当基督徒住在神里面，住在耶稣里面，最后主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主动的去求去要，你专一的祷告，神知道你的旨意，知道你的心意。就好像你的意识跟上帝的意识其实是已经很吻合了。譬如说，你一个人，你到美国去，你到日本去，你不会说英文，你不会说日文，但是你住了5年，就很厉害了。你住1年可能还听不是很懂，但是住了5年，住了10年，那就不一样了。住30年呢，那等于跟日本人一样，跟美国人一样。所以你住越久，就是你住在那个里面越久，你就会跟越 match。所以愿我们所愿意的，也是上帝所愿意的。我们里面所祈求的，也是上帝的旨意。耶稣的话是这样子跟我们讲：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他也就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会知道说，上帝要的是什么，跟上帝所不要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愿意的，那也是上帝所愿意的。所以你的祈求渐渐慢慢，你会知道说，你的祈求神必会给你。就是人住在主里面到某一种的程度，你住越久，你就越知道上帝，越知道神的旨意。好，那你要知道说你的位置在哪里，我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必须思考你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位置。家里面有人当父亲，这个就是你父亲的位置。你当母亲有母亲的位置，你当哥哥有哥哥的位置，当弟弟有弟弟的位置，当姐姐，弟兄姐妹之间有你们不同的位置。那在工作职场里面也有你的位置。
就是你的工作，有的是主管、主官，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就是很基层的。所以人，你都有你的位置，无论是工作、家庭，或者是你生活里面，教会里面也有我们的位置，牧师的位置，或者是长老、执事、会长、同工等等，还有你聚会的团契也是你的一个位置。每个位置你都必须负你的本分。以前有一首歌，高明俊唱的这个年轻的喝彩，他说：“来吧，生命年轻的你要投向生命的坐标，生命的那一个坐标，那个也是你的位置啊。”所以这首歌就吸引很多年轻人投入军旅要加入部队报效国家。你的生命的坐标，生命的坐标。当我们教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初代教会就是有一群人在服侍人，那教会开始成立，那就有很多被帮助的人来到教会，那就有很多的寡妇。那时候犹太人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没有国家了，所以四处很多在外面。那有的人就会希腊文学了当地的语言。可是，在当时候初代教会讲希腊话的寡妇跟讲希伯来话的寡妇，他们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我领到的饮食比较少？然后他们就互相的比较说，就抱怨管理饮食的人，为什么我们拿的食物比较少？那圣经跟我们说，使徒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应该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处理这些事物上面的事，我们必须要专注在我们的祷告跟传道的工作上。于是就说不然我们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人，所以就选出了7位有名声、被圣灵充满以及有智慧的执事来管理这些饮食。这个就是初代教会第一批也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批有记载执事第一批的执事。那最有名的就是腓利还有这个被石头打死的司提反。那7个执事就成为初代教会第一个在教会管理事务上面的执事，他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来管理饮食。那使徒呢？这些使徒呢？彼得、约翰他们呢，就回到了他们原本的工作，就是传道，然后祷告，专心在他们的职务上面。所以使徒行传6章7节就跟我们说，上帝的道兴旺，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增多，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了这个道。所以当我们专心在你的位置，扮演好你的角色，发挥你的职分的时候，事情是可以得到很顺利的各司其职这样的去完成。初代教会因为位置混乱了，使徒下来管理食物，然后就整个发现说也没有办法摆平这些事情，然后传道工也没有办法做，于是呢就要有新的同工来兴起来做管理的这个工作。所以位置有时候是会被兴起，也有会被取代，位置也有可能会被重新的建立，也有可能会被设立。耶稣也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当12岁的时候，他在逾越节，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经过了一天，要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天，玛利亚跟约瑟找不到耶稣，于是又回头到了耶路撒冷，才找到耶稣。耶稣说：“你们不知道吗？我岂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经学教士在那边讨论犹太的律法跟经典。所以耶稣他知道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位置在哪里？位置不是那个位置，不是你坐的位置，不是你很熟悉的我礼拜我就坐这个位置。以前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姐妹来了，有一个新来的不知道就坐在那个长老的位置，结果长老来了说：“你坐到我的位啊，你坐到我的位啊。”所以这个位置不是那个位置，是要你的态度很重要，
你的态度如何在你的工作领域、你的家庭里面，以及你服侍的位置，以及你聚会的这个团契里面，反正你在哪一个地方，你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工作的这个位置，或者是我们服侍的位置。所以神说主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15章6节跟我们讲说，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这个人的位置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在这个真理里面，就像枯干的枝子，因为他已经离开神了，已经没有圣灵的供应，已经没有灵粮的供应，已经没有耶稣基督的爱的供应，所以他就枯干了。所以灵里面枯干，如果你的位置没有在基督里面，你跟枯干的树枝是一样，只能够当火，当烧柴的火，烧火的这些木材。所以信徒跟主断绝了这个交通，你里面缺少了耶稣基督的爱滋润，没有圣灵的流通，那你的灵命是枯干是死的。那只能够，耶稣说，你只能够变成这个烧火的木材，你在主的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枝子的作用是要干嘛？结果实。来跟牧师念一次，结果实，结果实。对，所以枝子没有生命，没有圣灵，没有恩典，没有主的爱在这里面，就跟一个枯干的树枝是一样。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你要常常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主的爱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相的关心关怀里面。第二个，你跟谁在一起？约翰福音7节跟我说，若你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面，那你要求什么？如果你没有在神里面，那圣灵会启示你、感动你吗？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跟上帝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跟神在一起？所以愿你所祈求、所给你们的，是我们要在主里面。那上帝的话、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还要领受他的话，领受圣经所跟我们教导的，不然这个祈求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我们是枝子，既然在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必须跟主在一起。亚伯拉罕跟以撒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神，他们能够成就吗？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了迦南地，他一看，饥荒，他去了哪里？他去到埃及。神叫他说，你离开本族本宗，我要带你到迦南地。结果他去埃及，到了埃及还说，那个我太太是我妹妹，人家把他的老婆已经抓去要当姨太太了。是后来法老良心发现说，她是你的太太，才把老婆还给他，然后又送给他的一些类似遮羞费这样，驴子这些牲畜作为一个补偿。然后你们赶快走，赶快走。所以如果你只看到你自己，没有看到上帝，就像亚伯拉罕所犯的错误一样，差一点老婆就被抓去当姨太太。拿俄米跟以利米勒也一样，这个家庭离开了伯利恒，他们来到了摩押。他们刚到摩押地，好棒哦，什么都有。伯利恒饥荒，什么都没有。他们到摩押，哇，什么都有。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受诅咒的地方。一开始很好，但是最后也因为饥荒，甚至他的先生过世，2个儿子也过世。后来媳妇一个媳妇也离他而去，一个女媳妇叫俄尔巴，就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就只有那个路德他的这个媳妇另外一个媳妇就跟着他。最后他们又回到哪里？
他们还是又回到了伯利恒，哦，因为无亲无故，就又回到了伯利恒。当然，他们又重新回到伯利恒，就像又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遇见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就娶了路德，那之后就生下了大卫的祖父。那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有份，所以一个家庭离开了神他们预备的地方伯利恒，他们到了摩押，他们不知道是摩押是受诅咒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又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遭遇跟不幸，最后又还是回到了伯利恒。这个故事的过程也是在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或许你的遭遇，或许你会遇到一些你所经历到的一些遭遇，所以人还是要在上帝里面。约拿也是神叫他去尼尼微城，他就偏不要去，结果怎样？被丢到海里面喂鱼了。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反悔改，最后神说好吧，那就命令大鱼叫他吐在这个沙滩上。他又重新来到了尼尼微城，去讲述悔改的信息。所以你知道说，他又重新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他的能力就可以彰显出来。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能够离开神。我们要知道谁跟我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有一个在印度服侍的一个苏珊姐妹，她过去大概是在德雷莎修女那个年代，她也是在印度服侍。她是受美国差派到印度当护士，用护理做宣教的一位姑娘。其实，在早期神学院里面有很多从英国或者是从美国差派来的宣教士，是女的他们可能有在学校里面教书，因为那时候可能比较缺师资，他们可能是教英文或者是教一些他的专业。那有的是在医院服侍，就像马喜乐他因为受呼召就来彰化来台中的彰化设立了保育院，照顾当时候很流行的小儿麻痹，像这样的一些终身他可能也没有结婚的一些女士，我们那时候称她们叫姑娘某某姑娘某某姑娘，她们从国外派来的宣教士那是姐妹。那这个苏珊姐妹她就被差派到印度的马德拉斯这个人比的位置就是印度整个印度的马德拉斯，在南部这个是印度的南部他在那里做护理的工作，他很照顾这些患者，也很努力的传福音。有一天他不小心得了热病，那得了热病之后，医院很紧张，不晓得怎么办，请他说你就休息。他说没有上帝的命令，我不休息。哇，他就很认真的工作，很认真的工作，一边带着病还在工作。那医院就说没办法，那我要跟宣教总部联络，请宣教总部把你调回去好了。结果宣教总部打电话给苏珊，苏珊说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命令，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还是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来服侍。最后宣教总部就联络了他的家人，请他家人跟他联系。他收到了父母给他的信，他却说很谢谢你的关心，没有上帝的命令，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哇，他是很坚持，因为他负着使命。那最后医院说不得不就请他离开。他最后在意识就是已经这个热到他的头脑已经有点意识不是很清楚，他就被送到了北印度的一个收容所。当他到了这个收容所里面，哇，他想起了他的职业、他的职分、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一面照顾患者，那边都是热病的收容所的人，照顾那边的人，然后开始传福音。整个收容所里面有唱诗歌、祷告、读圣经以及见证的声音。哇，这个原本像地狱的收容所，却因为这个苏珊而
带了福音给他们。后来这个村落这个收容所有1半以上的人都信了耶稣。后来苏珊姐妹好了，那个地方的人很多都信了主，所以虽然她得了热病，但是她坚守了她的岗位，她知道神与她同在，最后让这个村落、这个收容所有1半的人都信了耶稣，这个是很难得，因为我们知道印度这个国家要接受福音并不是那么简单，特别他们的文化是非常的不一样。我去吃饭都是用手吃，牧师去印度大概2个礼拜多，大概融入他们的生活啦。人家不用筷子，你也不好意思说，给我1双叉子、筷子、汤匙，这样好像怪怪的。所以他用手吃饭，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用手吃饭。也没有碗哦，那个绿色的是一张香蕉叶，就一块香蕉叶，大概是这么大块这是你的碗、你的餐盘你要吃什么一坨饭，什么咖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概几样菜这样，怎么吃？饭用在咖喱里面，悄悄的起来夹对，他们也很客气你要不要汤匙？你要不要餐具？那因为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好像高人一等，所以餐餐融入他们的生活，坐都是坐地上，他们也没有椅子。有一次我去到那个有一次我去到那个这个半岛嘛，我们知道那个德黑兰半岛的最底下的那个点那个点，听说那个点是不认耶稣的那个学生上岸的地方，多马上岸的地方。所以那边有多马上岸的纪念教会，以及多马殉道的教会。多马在哪里遇到什么事有时候遇到被人家攻击啦，还是他在那边传福音，他都有那个点。我去他们教会没有桌，没有椅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坐哪里？坐地上。所以印度人很习惯就坐地上，我们是不习惯嘛，所以去到那里就一样就是坐地上就是坐地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苏珊姐妹在那边见证了、传了福音，坚守了她的岗位，因为她知道上帝与她同在。所以当我们的心、我们的计划、我们的道路的时候，只有神他知道，他会指引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念箴言16章9节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们的脚步是上帝在带领引导，因为你的位置如果站对了，圣灵就同在，主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跟我们同在。你的生命跟主契合，你所求的必成就。当你跟主是走2条道路，你的祈求会成吗？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算是变化很快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脚步一样是在主里面，我们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慈爱，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恩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住在你里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有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2个题目就让以后如果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讨论。这首歌说，耶和华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全能神，在痛苦患难中会拯救保守
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要惧怕战兢。主会伸手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害怕，他会牵着我们的手，因为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已经被提名而拣选，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主的。神把我们看为宝贝，看为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我来唱啊，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从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你要住在我里面，你要住在我里面，我就是你的全能神。一切患难痛苦中，拯救保守你的神。你不要惧怕战兢，我必要伸手帮助你。更不要害怕，我必牵住你的手。你在母腹中，我已提名拣选了，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我是你的全能神。我要把你看为宝贝，极为尊贵的儿女。我是爱你的神，你的耶和华。愿我们常住在神里面，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语充满帮助。当我们困难遇到害怕软弱的时候，他会扶持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来圣诗，回应诗，请起立，满有能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有你啊，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其他人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击败的神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击败人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击败的神有余。都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在我里。我在我里面，我敢站立。请坐。
奉献请施献的同工来施献。我们翻开周报，我们现在来念经句，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国有，来念一遍哦。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哦，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哦。那我来简单的报告年度查账除了礼拜结束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2年账务检查，敬请各单位相关人员预备账册、存折受检。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请自己过目一下哦。还有，再来是张耀运长老的妈妈张希子女士，8月25门主恩召，享年81岁，定于9月6号礼拜二下午3点于巴黎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各单位请于9月25日前完成明年度同工改选，并将名单以书面送交给牧师。9月25日下午1点半召开9月份的长执会，长执同心请预备心。10月2日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还有因应教会未来事工拓展小会议，决定举行教会志工训练，招募愿意参与教会外展和服务人员者，译者向干事报名。每周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还有团契消息也请大家过目。再下来是总会，也请大家过目。我们现在唱那个祝福的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请起立。会后请仪式完请牧师祝祷。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恩言。只要站在主荫席上，信靠主门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次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只要先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一信心，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次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是甜美，不为百姓去停止，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次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救主良药，我深信你与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久。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来，请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